為爭美少女，自稱黑社會青年，糾眾圍毆情敵。打扮性感成熟嘅15歲美少女，懷疑一腳踏兩船，事後跟埋被打嘅男友去醫院。涉嫌揾4、5個同黨打傷情敵頭口、腹背、手腳嘅17歲青年，因為襲擊同自稱黑社會成員被捕。消息話，嗰個少女同佢拍拖，但又同21歲嘅傷者來往，疑犯多次約會，想奪回芳心。尋日仲約少女同情敵喺尖沙咀講數。有人自稱新義安成員，但情敵唔驚，拒絕讓出女友，疑犯就同同黨圍毆佢，之後四散逃去，但俾個情敵互相追住。佢狂奔入去公園，點知跣咗喺地，雙腳受傷，走唔喐。警方接報到場拉咗佢，又追緝在逃嘅同黨。